为建制太鲁阁民族知识，并逐步规划民族自治可行性，秀林乡公所于17日在嘉明村格鲁赏音乐工作室办理太鲁阁学民族知识暨自治研究计划和民族知识体系传承者座谈会。秀林乡长王玫瑰、本乡各区代表、村长皆一同到场参与活动。我们将会延续建制我们所有民族文化知识的整个体系，提供给我们所有部落的年轻的孩子来体认学习我们自己祖古祖先这样的一个文化智慧。最后祝福我们的活动圆满顺利。在那个知识领域这部分有做过研究的这些年轻一辈的，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是发表，再来就是说跟老人家做对话，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座谈会的目的。这场具备太鲁阁族深度文化内涵的座谈会，将会成为秀林乡公所推动各项文化工作延续，而后也将会延续建制完整民族文化知识体系，提供让更多部落的青年学子体认与学习太鲁阁族先祖源远流长的文化智慧。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